您受伤了，把门关上。嗯。我是叫你出去，把门关上。啊。先生，你一直在这儿。嗯。昨日你该看出来了，我是暗卫营指挥使，在我身边危险重重。你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。我说过，等我长大了要报答你。人不可言而无信。向指挥使行拜师礼。先生，请喝茶。还叫先生？从今日起，你随我姓方，我是你师傅。师傅。起来吧。参见小公子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就知道您今天一定能回来。我给您备了参汤，给您端来吧。不必了。师傅，您受伤了。把门关上。嗯。我是叫你出去，把门关上。啊，师傅，师傅，我看看您的伤。师傅伤得好重啊，我帮您上药吧。你忍着点啊。师傅，您以后进宫当差，还是把我带上吧，多少有个照应。你就这么想进宫？师傅，咱们济风馆本来就是陛下的暗卫营，我早晚要进宫当差的。而且以前呀，我年纪小，现在我已经长大了。弓马娴熟。再说了，晚去不如早去啊，你忍着点啊。省得每一次我都要在家替您跟卓英担心。师傅，不如您现在就安排我进宫里当值吧，我先去熟悉一下环境，日后为您效力的时候才能更加得心应手。等你长大了再说。师傅，您敷衍人真是越来越不走心了，这么多年一直都只用这一个借口。指挥使，